大家好，我是黄浩平，偷偷小台语全面电吹花，就伫短短台语台 YouTube， 无看我会去找你哦。哥哥，什么是困过卖讲我是话？碰过。我是讲哦哦，嘿，我的囡仔，咧耍电花条，这层纱电花条。我自细汉厝里吼，就散食的。我爸爸袂晓趁钱的。安尼无这是安尼，哦是安尼哦，安尼你有拢散去无？哇！要唔过你是公司台语台主持人呢？所以我为零开戏。这我知，无可能吧？我若知，我就对你说。今嘛我喙齿有白无？偷偷小台语全面连吹花，就伫咧短短台语台 YouTube 频道播出咯，爱记得准时收看哦。